好，咁啊，弟兄姊妹午安啊，咁咧就今日咧就唔係講道嘅，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個話題啦，一個有關咧即係理想呢一個嘅話題。咁啊，即係為咗 fulfill 主席個經文要求，俾個經文佢啦。咁不過大家今日唔會講嘅經文㗎，咁啊大概會講幾句，咁但係咧都唔係今日唔係講道啊，都唔係咧釋經講道。所以咧就想同大家今日咧用咧呢首歌咧嘅歌詞咧作為開始。咁大家都認識首歌啦，係嘛？即係今天我係咪一首歌叫做吧？咁啊，就算大家都唔係成長於個10年代嘅話咧，大家都對首歌應該唔陌生嘅。咁啊，呢首歌係喺幾年前啦，某啲嘅即係場合裏邊咧，大家去即係追求自由啊理想嘅時候，都會唱一首嘅主題曲。咁啊，不過今日咧同大家咧即係研究一下咧其中嘅歌詞啊，就今日嗰個嘅題目啊，即係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其實有冇諗過呢句歌詞嗰個嘅意思係乜嘢嘅？係啦，呢句歌詞係講乜嘢嘅？即係點睇嚟咧？呢句歌詞大概係同下一句係成為一個意思啦，係咪？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咁啊，實際上呢句説話係一句即係應該係倒裝句啦，即係更加完整意思應該就係誰人都可以背棄了理想，哪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嚇。即係話咧，就算係全世界嘅人都背棄咗理想咧，我同你都仍然去堅持呢一個嘅理想嚇，即係不隨波逐流。哪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我都咧仍然咧將會去為咗呢個理想去咧。堅持落去，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啊。不過咧，如果你喺網上邊去搜索嘅話咧，有啲人咧認為呢個歌詞咧，其實係Beyond 咧對當年自己一個比較謙卑嘅嘲諷嚟嘅。Beyond 其實你都知道，即係如果你即係同我差唔多大嘅話咧，咁啊Beyond 係一句當時候被啲某啲嘅即係樂隊係稱之為搖滾叛徒，大家知唔知道啊？咁啊，即係如果知道咧 ，Beyond 出身係一隊 indie band 啦，係咪啊？一隊地下樂隊嚟嘅。83至86年咧係 Beyond 嘅地下時期啦，即係阿拉伯跳舞女郎啊，永遠等待呢啲係佢嗰時就 indie 時代嘅作品嚟嘅。咁啊，非常之獨立，非常之係好 artistic 嘅風格咁樣樣嚇。去到88年之後咧 ，Beyond 就開始就推出一啲廣為人知嘅歌啦，係乜嘢啊？就係喜歡你啦，係嘛？大地啦，真的愛你啦啲啦，咁啊，咁甚至乎咧喺無線嗰度做主持啦。如果同我收大嗰啲細個人聽睇過咧 ，Beyond 放暑假嘅節目有冇睇過啊？冇睇過係嘛？咁佢前就放暑假有個節目叫 Beyond 放暑假嘅啫，咁佢就會咧做主持人咁樣咧，啲搞笑啊咁樣嘅嘢嚇。咁事實上咧，即係Beyond 其實咧唔係好中意呢啲嘅風格嘅音樂嘅，你比較 pop 啲啦，係咪？咁啊，即係對於當時候即係喺地下時期，佢追隨佢嘅歌迷咧，都批評佢咧，即係冇咗以前嘅風格，被稱之為咧即係搖滾叛徒。不過咧，就喺呢個嘅即係音樂理想同埋呢一個嘅市場現實之間咧，Beyond 就揀咗一條好唔容易走嘅道路。所以如果你即係帶住呢種嘅背景嚟到去即係細味呢句嘅歌詞嘅時候咧，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家駒寫呢句嘅歌詞嗰個嘅滋味咧，我諗係幾複雜嘅。係嘛？即係無論我係即係圍住奔放自由去追尋得，但係都會怕跌倒，係嘛？咁呢個都係唔係咁容易嗰個嘅事情。所以究竟呢個嘅歌詞裏邊，佢係叫人放棄理想，定係去堅持咧？或者話堅持同埋放棄理想之間係咪咁絕對嘅咧？咁我就用呢個嘅題目咧去思想下咧，我哋即係傳道人呢一個嘅事業，同埋咧我哋嘅侍奉。傳道人咧係一個咧即係有理想嘅人，咁大家都會認同呢句説話係咪啊？大家有冇理想先？大家可唔可以舉手啊？有理想舉手好唔好啊？係有理想舉手好唔好 ？OK 我咧作為神學生咧，我諗每個人都應該有理想啦嘛，係咪啊？即係所謂理想咧，就係去有一個尚未達成嘅美好願景啦，你願意為住呢個目標咧去努力咁樣嘅意思嘅話咧，如果咁嘅定義嘅話咧，我諗神學生係有理想人嚟嘅，係咪？即係你嘅呼召咧，大概就係你嘅理想嚟㗎嘛。跟住呢個嘅呼召，你嚟到呢一度
跟住呢個嘅呼召咧，你毅然放棄你工作，因為呢個嘅呼召咧，你願意花上你嘅青春同埋光陰咧，同埋人生咧，去握下一個嘅賭注嚟到咧向上前行落去咁樣樣。所以無論你嘅呼召係喺遠方裏邊宣教，或者成為傳道人，或者喺將來教會裏邊即係侍奉都好，即係純粹為住上帝都好，即係單單一幅嘅圖畫咧，係你自己今日嚟到去即係想像自己將來會想做嘅事情。事實上咧，聖經裏邊咧異象vision 嘅字，如果用俗世眼光嚟睇嘅話咧，都大概係一種理想，係咪？一種對於將來嘅願景，一幅嘅圖畫，一個目標你咧用你嘅生命嚟到去嘗試去成就佢為住上帝咁樣樣。事實上今日嘅香港咧，能夠去實踐自己嘅夢想人咧，或者去嘗試咁做嘅人咧，係一件好難能可貴嘅事情。如果你喺教會做職青嘅話，你知道今日你牧養弟兄姊妹咧，佢哋都未必能夠可以實踐自己嘅理想即係都為住好多嘅原因，即係純粹嘅工作或者咧嚟到去即係勞碌。好多人移民嘅後生仔今日都仍然喺出邊打拼，都未必係實踐自己理想。所以今日你能夠可以咧，即係或多或少地咧，去為住你自己嘅一啲將來嘅願景嚟到去奮鬥咧，係一件好可貴嘅事情嚟嘅。所以即係我諗神學生應該係天然地係有理想人嚟嘅。你咁嚟到冇人逼你嘅。即係嚟到你唔係因為純粹某啲即係純粹享受而家係咪？都唔係因為過去，而係為住乜嘢啊？而係為住將來。大家都有一個嘅將來咧，嚟到去嘗試去實踐出嚟。咁呢個就係咧所謂咧即係理想嗰個意思。不過我想強調咧，擁有理想咧並唔等同於即係理想主義。所謂理想主義就乜嘢啊？一個人純粹學上一個過分美麗嘅理想，佢係罔顧咗咧事實世界入面嗰個嘅現實。實際上咧，許多學生咧都係畢業之後咧喺工場裏面遇到問題，往往就遇見咗咧即係理想同埋現實之間嗰個嘅落差。即係滿懷住侍奉嘅熱誠同埋理想，上帝嘅呼召、聖經嘅教導，去到教會之後咧，佢一下子被教會嘅現實打倒變得就灰心喪志。教會唔容易做，咁大家都應該知道。但係咧，我諗大家即係知道人知道啦，但係咧真實地好好去預備嚟到去即係接受咧，可能係另一回事情。不過咁大家都應該唔需要咁要而稀奇即係教會嘅即係落實同埋即係理想同埋事實之間嘅落差咧，唔單單係一個你牧養嘅事實，更加係牧養嘅目的同埋意義。即係所講嘅牧養，包括就係你嘅，包括埋宣教同學啦。將來即係你，我想講呢番説話咧，係包括埋你第時你宣教好，牧會都好對班務裏邊。簡單嚟講，即係你嘅呼召就係要去面對一個即係現實同埋理想之間嗰個嘅落差。做多啲講，你面對住教會嘅唔理想咧，係呼召裏邊包埋嘅。即係好似黃子華話齋，呢個係人工包埋嘅嘢嚟嘅。即係大家知道嗰個嘅教會唔理想係呼召裏邊咧嗰個即係要做嘅事情。你嘅召命就係要長期處於一個唔理想嘅環境之中，心裏邊卻仍然保持住從上帝而嚟嘅呼召同埋異象，喺呢兩個落差之間咧，不斷嚟到去遊走，一直咁樣嚟到去堅持。聖經度咁嘅經文，耶利米書咁講到你要將這一切的話告訴他們，他們卻不聽從。呼喚他們，他們卻不回應。即係出邊嘅人係基本上係唔係太理想嘅，都唔會理你嘅。以西結書咁講：人子啊，他們是悖逆之家，還不要他們的話，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驚惶。他們或聽或不聽。你只管將我的話告訴他們，他們是極其悖逆的。所以聖經裏面都講即係我哋所面對嘅將來侍奉牧養嘅人基本上係處於一個唔係太理想嘅環境嘅嗰個嘅狀態之下。咁講咧唔係話弟兄姊妹冇差，事實上咧即係現實嘅弟兄姊妹同埋聖經嗰個嘅理想咧係一定嘅嗰個嘅差距嘅，或者話所謂牧養基本上就係定義為即係將啲唔理想嘅嘢咧去變得理想一啲咁樣樣。
從唔理想嘅教會到一個理想嘅基督嘅身體，從耶穌基督嘅升天到基督榮耀嘅再來，從已然到未然，傳道人正就喺呢兩個嘅即係落差之間咧，嚟到不斷嘅去遊走，即係讓唔完美嘅教會。即係嘗試嚟到去邁向完美多啲咧，正正就係你牧養嗰個嘅呼召嗰個意義所在。所以牧會就係面對啲唔理想嘅弟兄姊妹，叫佢哋能夠咧距離咧聖經嗰個標準更加近一啲咁樣樣。所以將來咧，你會遇見好多唔完美嘅弟兄姊妹。成日都話嘅，即係10個弟兄姊妹咧，8個係唔長進嘅。咁剩翻嗰2個，有一個讀神學啦，有一個係 burn 啦，或者係俾你即係玻璃心咁樣走咧，就俾你turn down咗咁樣樣。真嘅，即係弟兄姊妹都幾多係好玻璃心嘅人即係1、2句可能就會突然間覺得受傷害咧，咁就會走咗咁樣樣。近排咧啱啱咧先處理一個投訴咁就係咧英國嘅 Flow Church 有人咧就投訴咧，即係我哋英國嘅傳道人咧就話教會 bully 佢咁咧就話甚至乎咧話要律師咧告我哋咧有呢個 religious harassment 咁樣樣。咁嚟講咧就係佢個仔喺教會呢邊就侍奉敬拜隊侍奉，咁咧就咗首歌咧就堅持喺教會呢邊唱，咁就傳道人就覺得即係唔適合唱啦，咁就 turn down咗佢。咁同工同佢會面之後咧，跟住佢就話即係有人話佢啦，咁就話佢咧就欺負佢咁樣樣，指責佢咁樣樣。唔知邊個啱邊個錯可能都係佢啱，唔知邊個啱定錯。但係咧，教會就好多咁嘅事發生好多呢啲嘅所謂公關嘅問題咧，你係要處理。我自己喺牧會裏邊一半時間咧，都係處理啲公關問題即係教會對外嘅公關問題，教會嘅做法同埋一啲嘅措施對弟兄姊妹公關問題，弟兄姊妹同弟兄姊妹之間嘅公關問題，傳道人同弟兄姊妹之間嘅公關問題。總之咧，即係好多嘢咧，係會覺得人咧係會一個人咧係即係顧人哋感受即係唔好傷害到人哋咁樣樣。好多呢啲嘅你要處理。面對教會嘅現實你更加可能咧會遇見一啲唔完美嘅傳道人可能你會見到一啲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堂主任，可能會見到啲即係卸膊嘅傳道人，可能會見到啲貪小便宜嘅傳道人，可能見到啲咧見風使嚟嘅同工。總之，即係你喺外邊見到嘅人生百態咧，你大概都可以喺教裏邊咧見到少少嘅領會。最悲哀嘅係你發現咧，其實教會嗰個嘅唔完美咧，係包括埋乜嘢？就包括埋你自己即係你就發現自己原來都係嗰個唔完美嘅部分懷疑自己嘅能力不足，愛心唔夠，努力嘅去預備寫一篇講章，但係啲人覺得係唔好批評話你冇恩賜你就怪責你自己即係應該講嘅説話唔夠膽講，唔應該講説話就忍不住講最後咧就沉唔住氣，黑咗面爆炸咁樣樣。所以咧就係教會好唔容易做如果咧你喺20年前咧蒙召都還好90年代嘅香港教會咧係比較係容易做啲嘅當時候教會都比較喺條上升軌裏邊即係雖然好多唔完美，但係咧基本上咧你只要咧正經努力嘅話咧，你大概都有一啲侍奉嘅果效當時候教會起飛緊係咪你基本上喺堂會裏邊咧都大概都有啲嘅即係感覺比較正面啲嘅回應喺當中。不過呢幾年咧香港就教會低迷教會嘅人數大減你付出嘅心血咧好容易咧就會係被荒廢掉呢個我諗就係咧而家嗰個嘅教會嘅現實。所以就好佩服你哋嘅今時今日都仍然嚟神學院讀書咧，其實真係一件好唔明白個現實嗰班人嚟嘅係嘛？面對住教會現實同埋理想之間嘅落差咧我見過唔少傳道人咧會落入以下嘅唔同嘅狀況呢個係唔理想嘅狀況啦，當然唔係唯一嘅狀況有3個咧唔理想嘅狀況。第一個可能性就係咩咧？有時嘅傳道人就受唔住教會嘅現實咁就離開咗傳道行業事實上咁多年嘅經歷裏邊咧，都間唔中咧會見到啲校友咧，最後尾都係冇侍奉嘅佢哋出嚟牧會咗幾年之後即係明白咗嗰個嘅教會嘅現實，或者即係發覺以前自己對於教會個現實係錯誤
即係你係 FF 咗或者你明白多啲你自己，佢就放棄咗嗰個嘅即係侍奉咁講咧，唔係話佢墮落都唔係話佢放棄信仰或者唔願意為咗受苦，而係佢即係可能明白咗嗰個嘅現狀之後咧發覺同佢當初嘅想像係唔同即係當初蒙召嗰種好浪漫嘅感覺咧，原來嗰個其實個落差太大咧，咁就發覺唔 match 咁就離開咗。第二可能性就係咧，有部分傳道人咧就變成咗老油條啦即係佢哋都繼續喺教會裏邊存在但係咧卻冇咗以前嗰個嘅侍奉嘅熱誠，冇咗嗰個動力，冇咗夢想冇咗嗰種嘅抱負。其實呢個情況同之前咧第一個係差唔多嘅都係同樣咧都係俾現實擊倒咗。不過咧佢可能年紀大即係離開行業嘅成本太高。即係揾唔到書面，揾唔到工作，或者即係放棄唔到而家嗰個嘅一定程度嘅經驗咁就選擇就冇轉行。不過咧，佢自己本身嗰個嘅侍奉咧就冇咗靈魂。對佢嚟講，侍奉成為咗一份純粹嘅工作即係自己嘅心血同埋一啲嘅抱負咧，就唔喺呢度，可能係變成其他嘅興趣或者係股票，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旅行裏邊都唔出奇。第三部分就係可能係有啲傳道人仍然會繼續會追尋一種嘅理想，仍然會保持住一種嘅上進心面對教會嘅現實，佢都知道教會現實改變唔到，所以就知佢哋就唔係將嗰個理想放咗喺嗰個嘅教會裏邊，而成為咗一啲教會裏邊呢啲即係異化咗嘅嘢，可能係教會裏邊嘅數字，可能係一啲佢自己嘅名望，或者係咧其他權力之類嘅嘢咁樣。咁所以佢哋仍然保持住一種嘅理想嘅追尋但係已經唔係昔日嗰個嘅理想。當然呢三種情況係一種即係差嘅情況啦。當然唔一定會咁樣。但係想講嘅就係話，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我哋成為作為傳道人，我哋點樣面對咧？今日我就預備咗兩個唔同嘅材料同大家一齊睇下。第一個咧就係 Karl Barth 咁Karl Barth喺 Church Dogmatics 裏邊嘅即係 Volume 4裏邊嘅一段嘅文字。Karl Barth 咧喺即係呢個 Church Dogmatics 裏邊咧嘅教會觀裏面有一個好有趣嘅字眼就叫做咧教會嘅幻影論。咁大家都知道咩叫做偽論啦，係嘛？大家讀教識㗎嘛，係咪？咁即係意思乜嘢？就係咧當時候呢個諾斯底主義嘅異端，佢咧出現一個過分完美嘅上帝佢哋去想像一個上帝咧，佢哋認為呢個上帝太過理想唔可能咧係受死實實上邊，所以你認為呢個咁完美嘅上帝咧，只不過係一個幻影實際上邊。佢哋唔相信一個完美上帝咧，竟然喺十字架上面死亡，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幻影嚟嘅。同樣道理，所謂教會嘅幻影論，就係沉迷一個過分理想嘅教會嘅迷思，從而去否定咧教會嘅嗰個嘅現實。不過話有一種教會嘅幻影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矛盾地忽視教會嘅即係可見性嗰個可見嘅教會，要麼就係對。即係否定咗佢對喺歷史上邊嗰個漠不關心，點解就係咧敵對地否定咧，或者僅僅將佢視為一種必要嘅惡即係凡係地上邊嘅教會都係邪惡㗎啦或者係一個唔係教會嚟嘅，以便支持一個咧看不見的 invisible church 一個精神上邊嘅靈魂嘅教會咁樣。即係話佢哋只不過係將自己嘅夢想咧放咗喺一個即係天上邊嘅完美嘅聖徒群體當中，而去否定咧地上邊任何嘅真實嘅教會。所以我哋要好清楚即係咩叫做教會教會從來都唔係一個理想群體，呢個係即係上帝耶穌基督喺升天同埋再來之間一個好真實嘅現狀。呢個就係教會呢個就係咧真實屬於上帝嘅教會，一個咧即係岩殘唔完美即係崇拜會遲到咁樣嘅教會。第二個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梁家麟咁梁家麟院長退休嘅時候咧，我就寫一篇文章啦。嗰時候就老師都要寫篇文章嚟賀佢咁樣咁我就寫篇就叫《奮青梁家麟》，咁就研究梁家麟嘅書啦。咁就講佢呢個所謂叫教會現實主義咁梁家麟基本上係一個奮青即係佢後生嘅時候係關心中國啦中國夢啦到去慢慢牧會諸如此類咁樣咁就去睇點睇教會呢樣嘢。
總嚟講，我後尾有即係3點嘅總結嘅。咁係啦，即係佢到幾多時候我哋同工有一班即係組會啊，咁梁院長嗰時就臨尾1次定2次嘅組會咁樣講啲好重要説話。佢話咧，為了實現我嘅理想，我願意咧妥協我一點的理想。呢句説話我覺得係好有深度嘅説話。為了實現我的理想，我願意妥協我一點的理想。即係凡係有理想嘅人，你要去明白嗰個嘅現實。從而咧去真正地去實踐你嗰個嘅理想。理想唔係純粹一種對於自己即係美好願望嗰種嘅想法，更加係乜嘢？更加一種你即係願意去實踐嘅行動。你要實踐理想，就更加要去明白嗰個嘅現實。從而咧盡你最大嘅努力同埋可能去實踐呢個嘅理想。呢種現實永遠都係有落差嘅。但係即係你為咗實踐你嘅理想咧，你願意嚟到去即係去針對住個現實嚟到去嘗試去實踐咗佢，呢個係佢嗰個嘅意思啦。大概就係話，所以咧梁家麟嗰個嘅書裏邊，我大概有3點去總結啦。第一個就係咧，理想並非同現實對立。咁就話咧，我沒有向現實即係完全嘅稱降，沒有信奉貓式嘅實用主義，但我抗拒作為永遠的反對派，尤其抗拒作於現實毫無勾搭的空洞派。我不將理想僅僅視為現實的對立，而讓理想成為現實的反題，不對實質內容，方對現實不滿，結果理想僅於現實而附身。即係話唔係淨係做反題係嘛？即係唔係純粹對於現狀不滿，而係實際地嚟到去咧去實踐，同埋嚟到去咧建構一個當中比較好嘅現實。所以第二點，理想必定去帶來行動嚇。佢話咧，理想不光是一個即係言説或批判現實的，理想必須自身成為某種現實，才構成現實實質嘅批判。舊現實僅能成為新現實去取代。即係話你為咗你要去改變世界嘅時候咧，你要好好嘅去實踐一啲嘅現實出嚟，比較接近理想嘅現實，唔係純粹一個批判或者你純粹一個空談。第三，理想不能脫離現實嘅教群體嚇。呢個針對當時有啲所謂即係自由基督徒，或者啲得個講字嘅一啲好有即係齋噏嘅一啲信徒咁樣嚇。佢話咧，即係唔係即係我哋唔係純粹脫離群眾嘅先知嚇，更加唔係脫離教會。他們這班人不關心百姓。百姓不關心他們說的既不是百姓的心聲和期望，百姓也不會隨他們的手指向前瞻望。佢哋咧缺乏真實嘅信仰，缺乏實踐嘅決心。所以即係呢句説話，我覺得對我好重要。即係我為咗去實現我嘅理想，我願意嚟到去即係妥協我點嘅理想。傳道人唔同批評教會嘅鍵盤戰士。今日我哋網上面好多去批評今日教會不濟，或者係好多嘅問題。教會有咩問題大家都知道，唔需要特登講出嚟。更加重要係乜嘢啊？係能夠可以即係付諸實行，改變一點點嘅教會，務實地去明白到弟兄姊妹嘅心態，明白到教會運作嗰個嘅困難，資源短缺，好多嘅因素你要考慮。所以我諗我哋就係咁樣樣。將即係傳道人深知教會嘅現實，卻將呢個嘅教會現實納入為上帝嘅現實之中。教會就係咁樣樣，我哋嘅召命就係咁樣樣，努力將教會嘅唔理想盡一生嘅能力，叫佢更加接近理想多一啲。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召命，哪怕一啲啲都好。表面上好似係一種嘅妥協，或者係咧即係對於現實嗰種嘅即係順從，其實唔係。而係我哋真真正正咧，好想嚟到去實現即係更加接近上帝理想嘅現實。所以最後咧，就有幾點同大家2點同大家嚟到去奉面嘅應用啦。就係點樣能夠可以去即係實踐呢一個理想咧？你今日要做啲咩咧？做神學生，我諗第一個就係要好好嘅去明白教會嘅現實，係咪啊？今日大家實習其實得個目的就係為咗嚟到去更加明白教會嘅現實。你以前做弟兄姊妹嘅時候，你係發現唔到嗰啲現實喎，係咪？一個運作裏邊神聖背後嘅嗰個嘅運作嘅邏輯，
或者嗰個預備功夫，你開始明白多啲啦，係嘛？即係原來成件事情唔係得個感恩兩個字嘅，有好多嘢可以係呢啲嘢係會開會，好多嘢係會傾，好多嘢會努力同埋做嘅嘢啊。所以我哋明白到即係教會嘅現實狀況啊。去到教會嘅時候唔好淨係得個做字啊，又明白到嘗試去真係去好好嘅學習。學習去觀察教會裏邊好多唔同嘅地方，觀察一下弟兄姊妹嗰個嘅狀況，觀察傳道人嗰個嘅心態，去觀察教會每一個唔同 system 制度嗰個嘅方式等等，好好嘅嚟到去發現任何一件事情其實當中嗰個嘅 reality 點樣樣，開始要去。唔係，我成日都講過就話，即係唔係從一個壽司嘅食家嚟到去食壽司啊嘛，就講過係咪？你係一個壽司師傅係嘛？開始要去從一個即係一個專業嘅人嚟去俾明白成件事係因為咩事情，所以好好嘅即係了解教會嗰個現狀嚇，從運作到嗰個嘅關係等等，好好嘅嚟到明白佢。不過，第二點更加重要，你要更加要去認識嘅係，相比起教會嘅現實，更加重要嘅，你要認識嘅係上帝嗰個嘅 reality。相比起教會嗰個嘅現實，更加重要、更加 overwhelming 嘅係真正上帝嘅 reality。今日讀神學唔係為咗 fulfill 你昔日對上帝嗰個嘅迷思，相反，好多時候你要打破你以前對於上帝嗰個嘅迷思，打破你以前對於上帝嗰種嘅 reality。嗰個可能你以前係從啲基本嘅經驗裏邊所諗出嚟嘅，透過即係聖經嘅學習，透過神學嘅裝備透過你嘅經歷。透過你自己同上帝嗰種嘅關係，透過牧職傳道嗰個嘅日子同埋時間，你不斷去發現上帝嘅 reality。上帝嘅 reality，壓倒性地係即係 overwhelm 咗呢一個教會嘅 reality。呢個係我哋今日能夠可以侍奉嘅嗰個嘅原因。縱然教會嗰個現實係好殘酷嘅。但係你對於上帝嘅現實嗰個認識將會係成為你咧去面對呢個 reality 唯一最重要嘅事情。即係就算前面嗰個嘅現實幾咁嘅差都好，你更加嚟到去認識呢一個嘅上帝，呢個上帝嘅 reality 將會陪伴你面對教會好多唔同嘅現實。佢話俾你聽，無論教會嘅情況幾咁糟糕都好，上帝嘅現實將會係更加嘅真實。不過呢個現實唔係我哋以前純粹信徒所學習嗰個而係可能透過你更加多嘅即係知識、經驗等等不斷嚟到去累積出嚟嘅嘢。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廉價嘅現實，而係不斷嚟到去默想，不斷喺苦難裏邊咧嚟到去發現嘅上帝真實。因此咧，最後咧仍然用翻呢句嘅腓立比書經文嚟到同大家嚟到去共勉。保羅話：即係我不是以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面，上帝上面召我得來的獎賞。我哋每個人都係咧朝向住呢一個嘅上帝嘅理想去進發。每個人都係唔同嘅地方裏邊咧嚟到去朝住呢個標竿直跑。但係保羅話俾佢聽，我哋冇錯有一個比較即係遠大寬闊同埋比較即係遙不可及嘅理想，但我哋同時間係努力面前嘅，喺我哋面前嘅一個好真實嘅 reality。我哋正正就喺呢度兩個之間去遊走，喺上帝嘅理想同埋我哋面前嘅現實之間，好好嘅恰如其分嚟到去認識佢，唔好淨係望住一個太過理想遠大嘅上帝目標，而忘卻嗰個嘅教會現實，更加唔好俾現實所打倒，讓仍然記得我哋呢個嘅現實有一個更加遠大真實嘅 reality 喺當中。點做就真係唔知道。只能夠靠你呢幾年裏邊好好嘅嚟到去即係發現上帝嘅現實，更加去發現教會真實。喺實習、喺修院、喺書本、喺功課裏邊，好好嘅嚟到去建構呢個 reality。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咧今日可以做嘅事情。當然最後就係唔好放棄啦。
繼續堅持落去，直到咧你發現呢一個嘅真正 reality 為止。阿門。